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台铁泰鲁阁火车昨昏早起9点外发生败马意外，造成50个人死亡，162个人轻重伤。这是台铁上界严重的事故。昨昏9点外，救援行动已经结束，因为死伤真惨重。内政部是表示讲，对今日开始全国降半旗3天，表示哀悼。 新北地搜警队伫咧发生意外现场，确定已经拢无民众伫咧内面了。随离暗8点半完成搜救任务，准备离开现场。由消防署的特搜队加花莲特搜队协助运安会处理现场。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搜救行动结束，接落来是代替做工程抢修。家属伫咧花莲殡仪馆认尸。 伤心到指责袂牢爱边的人吵，代替泰鲁阁号随伫早起9点外发生败电的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代替暗时受证死亡人数是50人，162人轻重伤。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病院看受伤的旅客。甲伊讲歹势啊，就保重吼。有一寡坐公车无要紧的民众坐游览车登去台东。 一直会室里，一个送杜卡米山加巧克力，互民众收惊。台东县政府派游览车，甲无受伤加小可刺伤的台东乡亲接登去台东火车站，总共3台游览车90个人。有民众讲到迄当阵的情形，在睡觉啊，然后就突然很大的震荡，然后就被就是车子就歪了斜了这样，然后就很多什么行李啊。 我们希望让台东人能够有更安全，因为大部分就我们的统计资料，85%的台东人往返台东都是以铁路为最主要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廖庆玲讲，希望各方面拢会当加强道路的安全。内政部讲，代替这件意外造成真侪个人不幸死亡，所以行政院指示自初3开始，全国下半旗3天悼念遗失。记者综合报道。 泰鲁阁火车败马现场救援的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后续还佫有真侪代志爱做。咱总统蔡英文早起会去病院慰问伤者，那事故现场的火车嘛已经开始咧拖叮当。现场上新的状况，咱即马要连线互台语台记者洪敏珍、曾佩文、敏珍。 是，这个观众朋友，即阵记者人伫咧花莲国军总病院的门口口，当然呢，总统蔡文已经行卡到来到病院来探视在患者。因内电的9点10分的时，伊会伫咧大厅来发表谈话。因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败马事故的这个总指挥官朱秀端，伊讲即阵罹难的人数是一个50人。 那42位已经确认身份。那政府昨这个救灾人员伫咧第一线来搜救的人员，因讲救灾10年的经验，已经救100多届啊。不过讲这届败马事故，这车厢内底拢是血，尤其是第7节到第8节的车厢，伊用8点外钟的时间陆续把这个大体甲送出来。那这阵车厢的这个。 救灾的工作，代替伫咧早起6点半已经把第1节的车厢救出来啊，第2节甲第3节拍摄来咧今仔日完成。那么等下有啥物上新的情形，会随时连续报道。多谢敏珍，咱继续关心针对这件事故发生的原因。警方即马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姓李的工地主任，甲伊的工程车停伫边坡，煞无有手动，直接行入去办公室，车全安尼出落去铁基路，去火车弄掉。检方伫昨暗嘛已经甲这个姓李的司机收押。李亚树的工程车自边坡出落去，甲经过泰鲁阁号小路。 对空拍画面会当看到，施工工地边有临时通道。警方初步认为是工程车的司机把车停伫咧路的粗坡边，拢无看到安全防护措施，也敢若无有手动啊，人就离开入去办公室，车才会出落去。应该是铁轨旁边的一个工程车停车不当，然后造成滑落，然后车辆掉在铁轨上。 施工了事的异常工业社姓李的负责人被带登去花莲地检署侦讯，
因为伊情绪真激动，停止暗示精神。花莲地检署伫咧处理案，甲异常工业的生理负责人声押。事故确实的原因也搁会调查。代替讲，只要确定是人为的疏失，有可能向厂商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泰鲁高火车发生重大的车祸，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抢救优先，伊家己袂伫即个时阵就离开准煞，毋过伊嘛担起所有的政治责任。林佳龙表示，伫2008年普悠玛火车败马，但是发生较大无到3档，就任了后，伊重新启动调查，嘛扩大追究责任，要做检讨，要替代替做总体检。不过看起来，改革的速度甲成果也是无够。林佳龙讲，伊会负起责任，嘛会负责任，嘛会负责。伊嘛因为无够拍拼，伊嘛向咱国人回失礼。面对伊即摆泰鲁阁的火车事故现阶段，伊会先做好修补的代志，嘛会先做好救灾甲应变。若代替泰鲁阁火车，并且代替23分暗时嘛有召开记者会，伊讲车顶计共有496个人，目前有50个人死亡。交通部的处长王国材嘛宣布讲，会赔偿罹难者540万，因为死亡的人数真济，死亡的名单恶较真，代替会透过买票系统找身份证号码来比对。540万元包括这个10万块是这个慰问金。250万是我们铁路机构行车事故里面，交通部有特别要求，要赔偿250万哈。那另外就是一个台铁局的特别记住金是280，所以250加280加10是540。但是我们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帮这个我们的家属来争取哈。代替初步调查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姓李的工地主任，甲伊的工程车停伫边坡，无求手动，车前出入去铁机路桥火车弄着，造成即摆严重的事故。代替表示，即马火车东正线已经无通，即马西正线是依次单线双并通车。代替即摆发生遮尔严重的死伤的事故，总统蔡英文指示相关的单位一定要全力救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公开回示咧，另外第一时间，湘北、嘉南、宜兰的消防局拢有赶紧去救，空勤总队嘛有对空中翕着画面，看落真惊人。空军总队出动直升机到花莲清水泵港口这片空中勘察，画面中代替泰鲁阁号火车落尾了后，有几60个车厢是徛伫泵坑内底，一部分伫外口，有真侪民众对桶爬出来爬到车顶，结果由救援人员接应救援。伫伫事故现场是听到真侪台的消防甲救护车伫等待，随时要载上伤者。真侪救援的人员拄着探照灯帽啊，行路入去泵坑，赶紧用工具把火车的车体破坏，要想办法赶紧甲掉伫车内的人去甲救出来。更加出动真侪只狗仔来斗三工找人，经过几啊点钟，找到真侪生还者，确实发现侪名罹难者。但替泰鲁阁号伫花莲发生火车落尾代志，邻近的关市消防局，包含台北市、基隆甲宜兰，拢出动真侪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来支援。伫泵坑内底第5到第8车厢来执行抢救。接驳一下，帮忙接驳。那个关市救援人员赶紧来抢救，国军也加入来支援，要把握救人的黄金的时间。这摆代替发生近年来上届严重的事故，造成超过100人的严重的死伤。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先后到灾变中心来视察，也搁在指示相关单位现阶段爱全力来抢救，马协助伤亡的家属。那么严重事故造成许多人的伤亡，那么台铁年轻的驾驶也殉职，国人都非常的悲痛。我们已经要求运安会严格进行事故的调查。铁路运输在花莲发生了重大意外，我们要对于罹难的家属和受害的乘客表示最大的歉意。对于这摆事故，行政院长苏贞昌向罹难者家属甲伤者表达道歉的心意，并且强调相关责任的检讨会在救援行动完成了展开，更加要求代替爱全面盘点甲了解，莫有这款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带乡亲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铁发生普悠玛事故了后，台铁局长换人，严格台铁是一直出代志。前局长张正元今年1月14才退休，台铁即马是由交通部处长基文忠代理局长，已经代理3个月，甲大也是找无接近的人选。有人讲，就是因为台铁伫头出代志，局长无人敢做。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提升性别平权的意识，台北市的教育局即马是计划讲，要借纽西兰的经验，邀请第一线的老师甲学校先做讨论，有想要找10间国中先试办用企业赞助的方式，每个月固定免钱分为卫生棉，互查某学生结合卫生教育的课程做宣传，上紧伫6月份就要开始实施。来看中国时报。苗栗甲台中4月初6后礼拜2要进入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会影响106万户。经济部嘛打算针对有防受限水影响的用户，会提出补偿的措施，嘛会减少水钱。严格针对洗头毛，也有美容业、洗衫店，敢无法度补助，即嘛爱个协商。继续关心泰鲁阁的火车发生意外了后，即阵咱的东部干线是以其单线双向通车，严格真侪民众的行程已经大受影响。东部的火车普遍嘛拢有慢粉。台铁表示，发生意外所在要修理1礼拜才当修理好势，百明白一定会影响到清明连假的交通。台铁泰鲁阁号408车次初2早起，伫花莲县河仁段的清水泵坑排练。清明连假的头一天，嘛互连假的疏运受到影响，不少民众赶紧去台铁的柜台探问，若要坐车敢是会慢分。你说下午的车吗？对，准时发车啊，没有问题哈。因为还有一条线可以，因为他要回来。我们有2个隧道，有一边是正常发车，是另外一边。台铁表示，受损的情形目前是东正线动点，伫依持铁路运输的原则之下，以西正线依次高一线双向通车的方式来持续输运旅客。不过，罗南甲上北的列车加减拢有慢分的情形。花莲开往台东的普悠玛，都慢分超过100分钟，不少乘客拢要退票或者是换票，车头的柜台是排队排到热长。现在在排队是要退票还是换票？换票，为什么？因为原本那班已经延误90分钟。伫台北车头有民众提早去靠近车帮的情形，嘛有民众决定坐客运去宜兰，再个搬车去花莲。我坐3点40几分的啊，我不晓得要延误多久会担心啊，会担心到花莲的时候不晓得几点了，列车都要等嘛。那你在等他多久？我已经等2个小时了。现在是怕说到了火车站，可能罗东那边可能班次很乱。台铁局表示，详细事故的原因，目前交予运安会调查当中。按算用5天的时间修理电务甲公务的设备，也来东正线的路段，按算要7天才会当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的头一天，运输的尖峰期，台铁就出现重大的车祸。泰鲁阁的火车伫花莲清水泵坑摆马，这毋但造成侪死伤，嘛影响真侪旅客。这件事故嘛是台铁这40年来上界严重的事故。台铁泰鲁阁列车伫花莲大清水泵坑，互出入去的工程车long流排练，因为都是清明连假第一天，死伤至少150人。这是台铁近40年来上严重的事故，死伤人数超过1981年3月自强河浪创平高道的沙石车造成30人死亡事故。台铁近10年来发生5件以上的重大事故。顶一摆就是2018年10月普悠玛列车并车造成18人死亡，215人轻重伤。当时普悠玛列车高速过弯并伫铁轨路造成重大死伤，台铁真侪人被处罚。消防人员出动电击，要击开列车甲沙石车。2012年1月，一台浪平高道的沙石车浪泰鲁阁号列车伫步行车站内底排练，需救援损失。今年8月，台铁阁发生排练意外，自强号伫邦山2号泵坑东出口外口浪土石，造成12人轻重伤，互台铁人员伫河中清理列车下骹的土石。现在都是全车用人工在挖啦，人工在挖没有办法很快。台铁大细事故真济，也互台铁产业工会发出声明，除了强调救灾优先，也要求台铁局应该保存证据，全力协助运安会调查事故原因，也希望事故的后续检讨要有基层参加，到针对事故原因做改善。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伫新墨西哥州的监控录影机，有翕到顶个月30，有人口走私，甲2个3岁甲5岁厄瓜多的查某囡仔，对4公尺悬的围墙啊，弹到美国的境内。这段影片嘛，互看了真惊人。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新墨西哥州圣德瑞莎巡逻站的监视器。翕到3月30暗时，有一个男性爬起咧4公尺悬的围墙，甲2个幼囡仔直接等伫涂骹，刷落来伊就活咧甲因共党的做伙离开现场。留这2个囡仔伫暗索索的沙漠内底。美国边界警察讲，因接到通报了后，就随出动去甲这个3岁甲5岁厄瓜多查某囡仔带转去巡逻站做医疗检查，甲暂时安置。白宫发言人找伊去，记者问到这件代志，伊讲看到这段影片是互人感觉真惊吓。Our concern and our focus is on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to the region that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come. You should not send your kids on this treacherous journey, that these smugglers are preying on vulnerabilities in these communities. 另外，美国当局当地甲墨西哥执法机关合作，要找出甲这2个幼囡仔等伫沙漠内底的人，想要为中美洲偷渡入去美国的人数，今年以来一直在增悬。墨西哥政府讲，走私人口的集团鼓励偷渡的人带囡仔做伙去，安尼会较好申请到美国的庇护。No se dejen influenciar por personas de las que denominamos polleros. Esto ante el video que acaba de compartir CBP de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arrojando a los niños en el muro. Esto, pues ahora sí que en lugar de hacerles un favor a sus hijos, a sus hijas, pues les puede ocasionar un daño grave, que ellos puedan tener fracturas al caer y pues o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que puedan fallecer por una caída de esa magnitud. 到顶一个拜六礼拜为止，美国政府的暂时收容所约入来17650个家己偷渡入来的囡仔，其中有5767个人是伫海关甲边境保护局的责任范围内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南美洲的疫情持续在滚价，因为确定病例日头增加，智利即马是宣布讲，因阁要甲边境关一过日。那巴西伫顶个月有66000人治病死亡，即马有被市长做伙拍一支影片，要求国际社会甲因斗相共。Do Brasil e precisamos de ajuda. Estamos vivendo a maior crise sanitária e humanitária da nossa história. 倒啊，过去的3月是巴西新冠疫情上界严重的一个月，总计66000人过身，3日一天死亡人数也创下3869人的纪录，总死亡的人数超过32万人。离人口上多的圣保罗州最近蒙阿波伫暗时也开放入藏，因应这个需求，看到情况强要失去控制，包含里约热内卢在内8个城市的市长有时联合拍一部影片，向国际来寻求协助。Acreditamos que com a ajuda de outras nações podemos disponibilizar leitos, medicamentos, testagem gratuita, vacinas, oxigênio, auxílio às populações mais vulneráveis. 你伫疫情危急的时刻，由于总统波索纳罗依然坚持一贯经济优先的主张，要求解除所有的防疫封锁限制，让人民去工作。圣保罗州民家歌市市长在另外一个场合对反对者说明封锁政策时，情绪真激动，讲甲拢哭出来。Vida, nós conseguimos dar a volta por cima. E eu não vou ouvir deles isso mais. Se quebrou, não quebrou. Porque infelizmente. 镜头转向智利，虽然全国已经有35%人口在过去2个月注射新冠疫苗，确诊人数依然继续增加，3日新增加7800多例确诊，创下疫情1年以来一天上悬的纪录。边的边防已经大满啊，当局宣布对7月开始甲边境关起来，禁止出入，至少到月底。就紧急的情况，甲提有筛检阴性记录，再送基本的必需品的汽车的司机应通关。另外，国内也推出防疫封锁命令，少数超市甲医疗这基本的工作者才能出门来工作。大流行1年以来，智利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确诊，有2万多人死亡。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其他消息来关心，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已经出发。昨透早因头一站是去参观秘鲁的总统府，由秘鲁的总统惠恕仁亲身做导览员。惠恕仁嘛表示讲，2礼拜后有6成的秘鲁人拢会做好预防针，所以去秘鲁观光佚佗是真安全。也毋过针对旅游的费用贵松松，这部分秘鲁的旅游观光局是表示，因内部会做参详。
因接首发团的头一个正式行程，帛琉总统会述人亲身介绍带媒体参观帛琉总统府。帛琉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甲美国同款，参政议员拢伫国会大楼内底真罕得开放，嘛，互大家自由行出行入。连总统办公室嘛是同款大公开，展现高度亲民，伊真欢喜甲大家翕相。这个伫帛琉北岛距离市区坐车1点钟的帛琉总统府，由台湾协助打造，开12亿台票，2005年完工，嘛互叫做是小白宫。会总统佮带媒体到厝顶看美丽的海景，伊一直强调，这是伊头一摆对台湾的媒体公开。连总统带英文进前出访帛琉的时阵嘛无起来过。当时伊透露，接受疫苗注射帛琉民众会超过6成，来帛琉观光会更加安全。In the next 2 weeks, 60% of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second vaccine, the adult population. So we're well on our way toward herd immunity. So I think people's comfort levels will be there, and at least Palau side. And maybe we can be more accepting of these changes to make the experience better. 帛琉政府积极开放旅游团，但是嘛引发当地人烦恼。帛琉的零确诊记录敢是会无去，一直减下来旅游费用嘛，互人唔敢来。帛琉旅游管理局长特别出面说明。The president has asked that we look at all those costs and figure out for our next budget how do we deal with it, so we can slowly lower the cost for the consumer. 为着互当地民众接受有游客来，帛琉政府初步以部分开放方式，餐厅、饭店等开放7成，嘛强调利用疫情的期间，当地进行净滩等活动来提升品质，为恢复正常旅游做好准备。记者郭善台北有帛琉报道。受疫情影响，家己布袋到澎湖的南势公路顶一站啊，拢无啥旅客去坐船。3月份的旅客量敢若1000多人尔。加在即个月清明连续假期，观光客有较济，有开始有成长的趋势。民众大包小包赶行李排队来坐船，船舱内底嘛是已经真侪人。布袋香港伫清明连续假期第一天，一早啊都有真侪游客要坐船去澎湖。就现在有疫苗嘛，然后台湾其实对这方面也是管制的还不错啊，所以会很放心。连续假日第一天来布袋坐船的游客就有4000多人，今仔日驶出去的船都有10班次。港务公司布袋管理处表示，疫情若无搁较严重，今年载客量应该有机会会当来提升。我们去年4月到6月的旅客大概只有6万多人，今年的状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旅客应该会恢复到108年那个那个景象出来，大概预估今年的人数应该会有所突破到60万人以上。港务公司表示，疫情也会全面解禁，相关防疫作业嘛是继续进行。为了今后居家检疫的民众会参与咧游客内底，海巡署伫出发进前已经有进行身份的检查，才有法度互遮尔侪游客会当准时佮安全出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镜头来新竹，今年新竹市的儿童艺术节，专工邀请咱台湾一摕到认证的贴乐高、茶角角的高人去做济艺术品，茶乡亲咱赶紧来看。你们喜欢吃贡丸吗？我喜欢喝贡丸汤。这碗贡丸汤看起来真特别，全部拢是贴仔贴出来的，顶头阁有青菜，互人看了真想要捧来食。除了贡丸汤，新竹市政府内底同款用贴仔贴出来大型七汤米是满世界，大家囡仔拢生了真欢喜。一台车子。一台车子，你打算怎么推？要拿眼睛长在上面，拿之后要拿4个人，然后扣在这个灰色的上面。现场上特别的是，这座以新竹市政府做主题打造出来的作品，模样就甲市政府一模一样。各有新竹市长徛在顶悬。主要的难在于说，它整个那个窗户，因为我们希望尽量的拟真，所以窗户跟那个整个建筑物的比例，事实上要去拿捏得很好。还有上面它的这个日式建筑的这个雕花，我们希望用乐高颗粒去呈现。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古迹建筑里面，带着孩子们自己来打造属于你想象中的一个城市哦。新竹市的儿童艺术节，但伊拢受到真侪人欢迎，连续10天的展览，拄着连续假期，有希望为新竹市吸引更较侪观光人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外岛是16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早起咱再会。